大家好啊！澳門特區政府近期就搞咗一個 Hello Kitty 同埋 Samuel 嘅夢幻花園嘅主題活動。咁當中其中一個焦點就係喺澳門北區就有一個180米嘅 Hello Kitty 同埋 Samuel Friend 嘅打卡場。呢個打卡場嘅位置就喺青洲大馬路嘅。先講講點樣去先啦。咁如果你由青茂口岸去咁青茂口岸一出你穿過就係青洲坊蓮花廣場。穿過呢個廣場之後就見到一個十字路口。十字路口嘅對面就係呢個180米嘅打卡場嘅第一幅牆啦。而今次嘅活動展期係去到2025年嘅10月13日。先講講呢個打卡場嘅歷史啦。其實呢個打卡場以前都有好多圖案公仔嘅。以前澳門特區政府係叫啲小學生就喺幅打卡場畫咗好多圖案嘅。咁主要係講一啲環保嘅資訊嘅，大概都畫咗有成10幾20年噶啦。咁但係呢幅牆隨住時間啦，不斷係咁甩色喎，啲公仔係咁甩色。咁到近期啦，澳門特區政府搞咗呢個 Hello Kitty 活動就重新就畫過晒 Hello Kitty 同埋 Samuel 啲卡通人物上去。咁主要嚟講係講啲咩就係講 Hello Kitty 啊同埋 Samuel 啲卡通人物去咗澳門唔同嘅景區嗰度打卡嘅。當中有大三巴啦，有南湖啦，有蒲韻嘅。有一樣嘢要特別注意嘅喎，因為澳門呢條路嘅行人路就比較窄嘅。其實我拍攝嘅當日係好早嘅，已經係早上嘅9點鐘，所以你哋見就好似唔係咁多行人啊，亦都唔係咁多車。但係通常去到大概10點半左右呢條路就好多車噶啦，好多行人嘅。所以拍攝嗰陣時如果大家打卡又好，拍嘢又好最好就係記住注意安全。咁再講多啲啦，咁今次澳門特區政府嘅 Hello Kitty 活動除咗呢個打卡場之外咁喺祐漢街市公園啦，同埋剛才我所講嘅青洲坊蓮花廣場都有 Hello Kitty 嘅喎。咁仲有就係青茂口岸都有一個叫 Hello Kitty 嘅天橋咯。咁大家如果打卡去完呢個180米打卡場啦，去完青洲坊蓮花廣場啦，去完青茂口岸我會建議大家喺青洲坊嗰個巴士總站就搭30號或者34號巴士就去祐漢街市公園嘅。而呢兩架巴士佢係會途經關閘嘅，所以如果你喺關閘嗰度出發就亦都可以去到祐漢街市公園。祐漢街市公園嗰個 Hello Kitty 嗰個場地仲有好多攤位玩添。至於巴士路線就最好上巴士報站呢個 app 嗰度睇啦。